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安，大家好。废话不多说，废话唔通搁讲伤济。哦，副长，你好，你好。蟹堡系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为着这个生这个洛克人哦，因为我迄个手把型哦，然后原来是这样子。半夜3点还在开的人，就是蟹堡系。今仔日暗算可能拍点外钟就啊，可能到2点，应该是无可能会破关啦。这点外钟要破 X3伤过硬。迄个我为着要拍这啊，我迄支手把伤过旧啊吼，手把咱会当讲抢花啊，还是讲这个去敢去查迄个公司的讲压制哦，这较小可较需要一寡理解吼，压制啊，这无重要。就是我去买一支新的手环，就是我原底迄个是迄个罗技的，这个有线的哈，罗技的有线的。啊，我即马买一个新的 Xbox 上新的，啊嘛是有线的，啊，算看用看卖。系啊。手把人讲手环啊，就是其实手环啊，原底嘛有咧用啊，就是比如讲你的奥多巴亚迄个的手环啊，就是你的那个手把那个奥多巴亚的手把一个手环啊，韩多路是方向盘嘛，韩多路边啊，迄两支，迄个是手环啊，迄个伊原底有一个意思啦，啊，有一个游戏叫做聊天钉嘛，啊，聊天钉就甲即个手把甲翻做手环啊，我就甲摕来用，聊天钉迄个游戏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来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哎呦，等下啊，我的留言袂记你更新一下，啊，有啊，照出来啊。恁的老话走出来。好，今仔日呢要来算这个罗克曼 X3。人讲台湾人吼，无啥会晓念3有无吼？还讲什么 one， 什么 two 吼，啊，结果讲到3的时阵，就是3的时阵咯，什么3吼 ，1 2 3， 4敢若会讲啦吼，啊 5嘛会啦吼，就是唯独就是3，就是 B1、B2 啊，对，你讲 B1、B2、B3， 就是袂晓讲3啦吼。我嘛讲了无介好啊，反正就是台湾人足趣味的所在哈。X 一定是3的啦，哈，3控，够好笑诶，对啊，3控。即摆这真趣味的所在就是讲，我原底有想讲，啊，这个我要当一个歌士就是干那唱歌啦吼。啊，结果我发现讲，我咧唱歌的时阵吼，因为对家己的这个要求，伤过就是足要求了对啊吼。我会想讲，爱唱了足好安尼啦吼。啊，就歹势讲黑白唱啊，所以。
我就会较要求家己爱唱好，啊，所以压力会较大。啊，结果迄个时阵过年的时阵，就想讲啊，无来拍一下游戏好啊。因为3个半暝嘛，毋免惊倒人吼。唱甲隔壁拢惊着。咱就是安尼算。算游戏时，我发现讲我足自在的呢。所谓自在，就是讲无啥物压力啊。啊，个足欢喜，啊个会当爽，啊个会当含恁开讲，所以就想讲啊，无过来继续来拍 X3好啊。对啊，算者啊哈。算看觅。我调整一下我的迄个位置。我看觅啊。OK。锁起来，不要再乱跑了啊！好，咱测过电动间啊哦，韩国的电动间啊开门咯，3个半暝咧开门哦。Capcom。Mega Man X。我感觉我的人爱较贵淡薄啊。好，安尼较袂炸着。我毋敢看迄个 OBS 算，因为惊讲会误差，所以有当时我袂记去揪恁的留言，较歹势。哎，哪看留言，哪看恁的老话，哪讲话安尼，有当时会无细腻的，无对着，伤过认真呐，伤过认真拍啦。哦，当然啦，无可是讲以后嘛是会继续唱歌，放心。啊，只是唱歌爱小可准备者。好，来今仔即个咱的新的宝剑吼，就是咱的手环啊吼，新的宝剑开封，看卖有来无啦吼。啊，伊即个灯盘遮就是转盘，毋是转盘啊，伊的迄个上下左右这边这吼，伊是较定的。所以应该是会较声音较大，恁反正听会到。Mega Man X。买新的手环了后呢，我就免调整这个伊迄个起钮按钮，人讲按钮就是按钮哈，就是袂当就免去改这个钮啊哈，因为伊其实。我迄个旧的手环就是旧的那个手把的按键排布跟现在是不一样的。原来你在什么时间开始都有改变过啊？哎呀，哦，安尼我就免改，入味就会当直接算啊，免去改这个漆啊哈。对，好，今日来算洛克人 X3，咱这画面倒边迄个爸爸啊，正边迄个多普拉博士，多普拉达克哈卡西，啊，咱爸爸这个是变一个造型啦吼，哪些？啊，咱的杰洛学长呢，这摆总算是小可较无遐嘴炮啦吼，就是食喙的，毋是食喙的，伊真正会当出来耍了吼，会当出来打球了，终于可以出来打球了吼。
我嘛是继续用我的西字手，哎呦，弄一个老伙，我感觉有较好气淡，就好，应该说较好气，好气济。因为我之前迄个小发久吼，所以伊的迄个按钮无介熟悉啊。我感觉讲按钮小可袂顺，我是讲我的字啊好啊，字啊较好起。这个字这里就是按，我们就说按赞来讲起赞嘛吼。啊，迄个起吼，阮家拢会讲字，就是比如讲阮阿嬷会讲，啊你迄个遥控起来我字一下，就是遥控拿来我按一下哈，就是他要选台也讲字哈。啊，其实共字字的字甲起拢共款了吼。你会当讲起啊，按钮我就甲和这起啊，就是可以按的那一颗起啊，是字啊拢会使起啊，就是起来起的就对了啦哈。好，废话太多了，继续算。我感觉最好笑的，堂堂一个 X 竟然去互人一发就裂开啊！安尼你就直接甲裂起，互死格码处理得啊！你真正是最好笑的，这个剧情毋知啥物人写的，竟然遐简单就互人裂去。虽然讲我知影伊只是要找一个理由，互即个咱Zero先輩出来溜一下，出来唠唠的。啊，我long用就开始啦，还袂甲大家说讲拍一下招呼的吼。来，社条1号你好，安安，阿里斯你好，安安，奥弗你好，安安。好啦，咱来看一下伊的招数啊，biang biang 两发，啊一个迄个弓箭啦吼，靠腰。Zero 先輩 ，Zero， 这个讲着 Zero 吼，对有的，哎呦靠呀，对有的人来讲吼，有的人的 Zero 是这只，啊有的人的 Zero 是这个啥，超能力霸王的迄只啦吼，这含贝利亚小输的迄只吼，因为我这阵仔有去迄个咱高雄的这个冬日游乐园吼，啊去的时阵。参出林人去嘛吼，啊拄好有拄到这个杰洛大战贝利亚吼，杰洛拍这个贝利亚，我感觉因为我之前是无咧看超能力霸王啊吼，啊毋过这个杰洛，我迄刚去看迄场杰洛拍贝利亚，我感觉足好看的，我感觉杰洛足趣味的，啊伊足晓摆的无，啊伊个动作足帅的。爱贝利亚嘛足帅。哦，杰洛先輩出来拉賽。哎呦，还有阿文呢，杰洛先輩出来拉賽哈。好，现在要来拍这个大型的机器人啊哈。来，这个大型头一关爱拍大型机器人的这个。历史啊，就是为 X2 开始啦吼，啊，即马 X3 嘛会用着，啊，落尾 X4 嘛会用着 ，X4 的第一关是直接连啦吼。我实在是不太想闪，平大下嘛，直接安尼浪费时间。抬，真都爽。哎呦，哈哈，这路先輩你比我較矮啊！哈哈。
今仔日看拍到2点，咱拍较多啦哈。好，今仔日有小可做一寡功课吼，嘛毋是讲做功课，就是回忆者啦吼。安怎路线较好哦？拍了较顺吼，较袂浪费时间啦哈。我是迄种想要拍了较顺吼，安尼大家较袂看了先啦。每一个人风格无共啊，有的人就是像有的主播啊，就是我看一寡进前一寡查某的 VTuber 吼，做侪人咧耍洛克人呢，做侪人咧耍啊，因的风格就是豆豆耍，就豆豆安尼掺即个大家开讲啊吼，这是因的风格。毋过我感觉我耍洛克人就是爱简洁利落吼，嘛毋讲简洁啦，就是袂。技术是无介好啊，但是袂当伤老咧，袂当哦。第一关一直伫遐潜吼，我感觉安尼无好啊。也是爱小可爱有一寡哦技术要摕出来啊吼，拍了顺啊，安尼家己嘛爽啊，毋免伫遐一直潜啊吼。无啊，我其实是小可差者尔，但是我无差足幼路的啦。是安那无爱差足幼路，就是爱保留一寡惊喜啦吼，惊喜啦，因为毋是讲拢毋捌耍过，当然细汉的时阵捌耍过，这爱等即个摕到即个鲶鱼的武器的时阵开始当来啊，搁爱有手啊。鲶鱼的台语要怎讲？我小可袂记啊呢。咱来查看下鲶鱼的台语要怎讲。鲶鱼是即摆的鲶鱼是即个用电的迄只啦，肥肥啊，好无？哦，鲶鱼的鲢鱼哦，鲢鱼啦，鲢鱼。啊，台北人专腔会讲鲢鱼，哦，鲢鱼，黏黏的鱼啊，鲢鱼。好，咱这关呢？这个矿山吼，就是咧采矿的吼。矿山的这个 boss 合作啥？犀牛啊，咱这个犀牛借角的犀牛啊吼。伊合作什么钻头犀牛，装啊犀牛哦，装啊犀牛。喂，哦。第一个摕的道具竟然是衣冠哈，这要拍 FF 甲 BB 的，啊，但是你要先拍死2个 BOSS， 因才会走出来。所以我先爱先经这个钻头，就是讲其中一个就是爱用钻头拍，安尼伊才会死，伊死了后呢。这个开有隐藏魔网开始造出来，卡死啊个转两个，偷黑两个，好家伙，特别巧伊啊！哪讲话哪拍我，但是现在真正是不简单呐，无简单，咱这洛克人遮尔简单的会当 handle 的游戏啦哈。啊靠！我搁伫遐咧空中冲刺，袂记你伊无卡，他甲破破。袂当个死咯！领巾。哦，伊死了拢会转两个，拢会加准一个，安尼足讨厌。啊，会去去闪，会去通闪。好，眼睛拍拼。哎呦，跳袂起来。现在赶快，这嘛是爱用迄个
鲢鱼的这个武器，搁爱自开哦，爱自开，放大粒的较有法度甲迄个拍落来，迄个石头互伊落落来。哦，随着甲我迄个。紧，都无聊的中 boss， 这两天。好，挑起。干，落这无路用诶！跳过，让过，闪过，逃避虽可耻，但有用。哇，挑伊，还是不能够太坦克人啊，还是要面对现实一下。但是这只嘛是爱跳。起无好，竟然死甲这个无命，冷静，先甲拍互顺起来。月薪娇妻哦，就想要看，但是拢一直讲我要看，看到后面忘记了，袂看就对了。但是伊歌都知影，听足侪摆，应该讲较有可能有人会唔知影伊的歌咧。结果演到后边两个结婚。佮直接搞互我，都爱拍你，伤强，伤麻烦啊，不是伤强。OK。搁要拍一届小魔王、中魔王啊！我袂记讲伊的后壁的车嘛，
这摆较歹拍哦，这摆会晓翘起来哦。较多拢戆戆安尼，互我记在我碟。哇！这摆变了tempo较不对啊，较多较好拍，这摆变较歹拍，是啥啦？早跳，安尼毋才对，乖乖啊点 ，OK， 这摆一定会过。竟然上一条命，袂歹，甲你拍婆啊！你不错，你袂歹。强的钻头啊，吓死我！这个落枕比较厉害。啊！特别死啊！搁剩2滴血，天哪！惨，歹练。我跑啊！闪袂过。跳了无水，无一摆甲跳过。哦，我感觉我看遐个速通影片，就是快速通关的，我感觉有够厉害。50分就55分就过啊！安尼，55分就过啊，破关呢，够厉害，惊死！而且我阁看过一个影片，更较合，1点钟就过啊，阁无伤，就是拢无流血，安那的，够厉害，亲像机器人咧拍，每一个坎站拢记甲清清楚楚，每一个关卡。到地要冲啊，要跳，要弹，其实有够厉害。职业 Pro 哎呦，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还会中？
系啊，我感觉有够厉害，完全无伤哦。我看迄影片真正有够咸的，我咧想讲伊是毋是真接的，结果毋是的，应该毋是真接的，应该毋是假的，毋是假片啊，毋是，因为伊应该是一镜到底哦。玩到长茧。啊！什么？无命？搁要一届啊！开第一关就拍了遮烂嘛？袂啦，我即摆应该会使啊，手感回来了。结果今仔日连第一关都袂过，这是认真，真正拿这种袂当小可走闪的，就挑伊啊。我还是要，我即摆爱练习做一个直播主吼，就是我都哪讲话跟哪甲拍了就好诶，无简单诶。一个分心就翘去啊！尤其是算洛克人这种游戏。我们先从无伤开始练习。什么物件无伤？啊，其实无伤你会当甲无伤当作是一个，先甲伊当作是一个概念，就是放伫心内底，就是敢若讲，咱来知影讲，安那较袂了会，安尼就代表讲，你会当生，就是会当较袂死啦。就是莫有坦克人的心态，就是讲就一直冲了唔免插小，一直捞回安尼，袂使，不可以，不行，就是一定爱认真拍。有当时我就是赶时间啊，像讲较紧的，就用安尼直弄。我直弄，洛克人直弄啊！来当直弄。加油！弟拢惊死，无啦，好啦，咱来认真来分析吼。来讲台北弟拢，大家拢会讲是台北弟拢，其实毋是拢哦，是拢。比如讲咱讲弟拢啦，
不是弄，不是撞啊，是弄。我唔对朋友。刚打死你就复活，那太过分了吧？无伤当成一种概念就好了，就是要小心的意思，认真，尽量不要撩血，尽量卖撩回。又调皮的给他打了一下就撩血了。好，还有2条命 ，OK 的。你看，即摆若讲哦，咱把这个无伤哦，藏伫心内底，咱就拍这只魔王，看我都无伤无。哇，无可能。来，来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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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佮甲我用用啊！无彩拍甲遮水，熊熊甲我动落来，玩我被假动作骗到了，竟然这代魔王的假动作袂歹哩，假动作。假影了对啊！哇，惨！一摆的头起先的 tempo 就唔对啊！哇！系啊，拍遮久啊，第一关还未过，天哪，紧诶！哦，第一抓就甲我假动作，袂歹。互你好袂出来，有些人说他没办法。一下集气，然后一下蹬墙，啊！我想讲，安尼你要哪升洛克人？洛克人就是要一下集气，一下蹬墙。啊！什么存一滴啊！啊！真正袂当伊，哪怕那讲话剩下一滴，一滴耶！天哪！真正袂当哪讲话哪呢？我想讲，你要过啊，开始搞话讲。只需要存一滴，拜托。眼睛无伤，咱来升一下，无伤大雅。哇，结果开始就开始有伤啊！
有补回补满拢算无伤了对啊哈，会使哦。阿 Q 心态。不要跟他拼拳，尝试切他中路。不要球打死他，但球闪过他，跳过人过，闪过。中 boss 先生，我唔知拍你拍过几摆啊，拍死几摆啊！哎，差一点就无伤了呢，无伤打中 boss， 无说你，手一个骨就 no good 啊，手一个骨去就 no good。不错呢，我又发明一句了，我搁发明一句，手一个骨就 no good 啊。这里最讨厌，怎么样都会有伤，就迄唔知安怎闪的，够厉害的，这我都闪过。好，一摆就甲魔王牵照起来，这摆的魔王机麻烦你较好拍。紧弹啊！又给我中停哦，好过分哦！这个 AI 怎么那么强？还会骗我？勇勇2个来又被骗了，啊操！哇，这次被骗3次。啊，4次，他会突然停下来耶！他本来我以为他要撞墙的，结果勇勇啊呢，气死一摆就过啦，紧嘞紧嘞！不能边奇迹边爬城市玩宝可梦点。哦，这只真正会讲好难的。又被骗了。哦，又给我急停。跟一摆，去死！去死啦 ！OK， 袂歹袂歹，这个真顺呢。好，后一关拍嘛是牛，第一关狮牛，第二关冰牛。
你这有在还这冰雪什么呀？冰雪水牛啊，冰雪水牛啊，水牛。这关会当摕着卡哦，总算会当摕着卡。好，认真哦，我就爱这关的音乐，就好听。细汉的时阵对这关的音乐就有印象。靠！伤骨。不行不行，又开始撞墙了。好，冰关的音乐都不错哈，对啊，冰关的音乐拢袂歹。爱死死的迄关嘛真好听。我不是高手，所以打来。哎呦！噩梦战警房间没人。哎，无菜哦，伊迄冰哦会过来过去，来，好耍的来啊！这个哦会当直接用跳的跳着哦，啊，但是后壁都有脚开啊，都卡的盔甲，我搁爱安尼跳，就是头壳半歹，安尼啊，直接安尼跳。莫浪费时间啊，直接摕脚开了好啊。直接摕骹，摕脚，脚转来摕。哇，过去。哎，差那么一滴滴，不要死！哎，不要开玩笑啊！
他们复活的很快，迄挖了足紧的，过一个画面尔，随迄个，佫无对。哦，好加塞，跳掉哦。叮，跳冲，二段跳，很不干脆的二段跳，就不干脆。搁爱安尼冲一下，较跳会去。哎呦，无说你死去啊！爱摕着衣冠，才会当死哦，才会当出去哦。所以保着衣冠啊！安尼用这去哈。啊，会去安尼互人撸死。嘿嘿，加一条命袂歹。哦，在拍 BOSS 啊！罗真颂安安，嘿嘿，你好，你来咯，我的。如果看到你真欢喜哦，感谢。好来，水牛，看我多安尼，这几滴血就好过无？结果阿袂哭一下就翘伊啊！人迄歌手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会当互伊一直卡伫遐。伊度你好，会当互伊卡伫墙边，一直安尼家关变数，拍甲死。但是我毋知影迄安怎用诶。较多我小可有领悟迄个绝招呢，伊真正去互我关甲死呢。搁剩一滴，哈，真正拢袂当讲话呢。一讲话就是会安尼啦。好，若伫要魔王伫要死的时阵，就是袂当讲话，点点的死了后才来讲。哇，这摆无遐水啊！哇，
即摆创袂出来啊！较多还毋知安怎用诶。啊，猎虎！哎呦！我关起来变数敢唔好？无菜卡拄啊遮水，直接甲它牵少起来。啊！我看到咧玉的时阵，我就知影惨啊！唉，我已经2摆差一滴血啊，卡多我拍西骨的时候嘛是差一滴血就砍少啊，结果反派随话多了点，对因来讲我是反派，唉，可惜，认真。不要在快得手的时候，在那边讲废话。啊，没有那个可以叫，没有机器人。气势，一摆就过来。蓝色混蛋一定是反派，蓝色的六水啊，一定是反派，一定是歹人。本来想说多补一些血，结果一直死，一直被撩血。补血的嘞，补血的，进。补一些血再进去。不能出大颗的吗？哎，无菜这边波莫啊公，我在干嘛？生气。
无限循环，等一下。哦，这个说什么也要抢啊！啊，不玩了，直接进去吧。这很酷哎、刚刚补到快满了，结果一直撞啊！没关系啊，吃到一条命，蛋奶当顶来，加了几条命啊！竟然没有给我。啊！这一滴怎么会那么硬呢？为什么？是啊，那这滴会这样的啊？今仔日真正有贵呢，一滴魔咒，今仔日一滴魔咒。哇，他今天的兵怎么丢的这么准？啊，是啊。OK， 就是袂当讲话啦，是讲话的哇塞啊！看浪费偌济时间了啊！呵，这魔王的时阵就都莫讲话好啊，剧情来哦，这两只 FF 甲 BB， 黄色的或者 FF。红色的迄只大颗的或者 BB， 这算是一个，这三只算三口组的了啊，一个金鸡身啊，派两个应时人甲叶都灵出来拍人，出来拉赛啊。
看到无说你无饲着记录，即摆记录者。好，第三关要来拍一只老虎，这只老虎嘛就歹拍。伊这攻略网站是甲翻做尼彩虹湖，我看嘛是叫什么尼彩虹湖啊，野菜红虎。彩色的老虎就对啊。这关呢，得当摕到人讲是这个 X 史上历史上上无路用的手部的装备，你写出来无啥物作用。这关有衣冠甲手会通啊揢。这跳起敢有物件？没有。好，这摆摕到的是手部装备、手部的装备，衣冠伫下骹遐，等下来摕。要行兵。呵呵，弄着拄仔弄着死。呵呵，先拿手，对啊 ，T 区共的，先拿手，就是让人家痛苦。我该不会错过拿1冠的机会了吧？对了，是阿伯。应该是阿袂哦。
哇，这个一定打不死的啊！哎，没有出来啊，2哦。无出来呢，我想讲要拍噩梦战警啊，讲。救巧伊啊！系啊，伊是随机的对啊。我还想讲第一摆就拄会到咧，结果没有拄到。而且伊搁爱用特殊的武器拍好死，安尼后壁迄个稳重的迄个魔王开会出来，迄个热射压缩机啊，笨射压缩机，开会出来。哎呦，哇，安尼搁掉，打了。哇，衣冠无客到，不要紧，等下搁转来客。小妹老师好，想袂到你这半暝还袂困，啊对，我看了人讲只是人海好行。等一下。一些，我还不能调那个哦，跨界，算了，直接搞来。伊是拢毋免落来啊，晓？一直伫遐。哇哟！一贯大法，硬给你，硬给你。啊好唱。哇！浪费一冠，没关系，可以，只是一冠是容错而已，可以啦，因为我看人用这种方法拍吼，足顺的啊，但是，过来，搁底下啊！
哦，就歹闪呢。啊，巧伊。无菜无菜，过来。安尼先煞摕医馆啊。对啊，先煞摕医馆。来补一下医馆。先补一下。超烂的，不如我用连发的还比较快。我刚刚就是想要找那个可以按那个可以调连发的，结果没找到。啊！为了吃那个大颗的，一直流血。搞不好这次遇到 BBFF 哦。干，真的哎！哦，不是啊。一发都没打到。哦，这摆开也要拍拍。嗯，快要被弄死了。对啊，这次用手炮要打很久。哦，我看网络顶的迄速通的快速通关的有够厉害，伊只只拍无几秒就死啊！啾！啊，伊迄边伊有法度挖甲足近的伊的头，挖伊的头足近的啊连续弹骨啊发就巧伊啊，够厉害。哇！
剩一条命。这关无所在通啊补回，无就会当先甲医馆补满，甲折磨。哎呦，我的冲啊！他妈死！会不会遇到 FFBB 嘞？等一下，先补一下武器能量好了。哇，又一个死回圈。无说你弄对。啊，算了，不要补能量了。我怕那个冰的能量不够。都是你这个手部太烂的关系。这个手伤过烂呀。补手部，哎，有了。这么华丽的动画，但是没有什么屁用的烂炮。所以哦，还有剩多少？应该够了。对了，也可以用手炮打，然后再致命一击就可以了。但是它不好打，确实是不好打。差不多了，再一次就好了。又浪费血了，可恶！算了，来吧。搞不好根本没遇到，我在那边穷紧张。哦，没有，你看，神经病，心跟拼。进去先自杀好了，看一下，剩下一条命，赌赌看，但是不要吃医罐就是了。阿弥陀佛。这就是我的方法。一直楼骹咧弹迄个枪击的时阵，就是一直甲弹落底啊。啊，伊若要跳，较来换边。
哦，伊个会跳起来好哦，来。堵了。哎，耶，yes，网络顶教的真正有效呢，一直甲用迄咱的枪支一直甲弹就对啊。人讲导弹哦。咱种刀啊弹，咱的土豆一直弹就对啊，一直甲牵土豆，连续牵土豆就是正确的啊。而且只甲我补一点仔血鸟，一点点血，一点点血而已啊。我只是用个小小的衣冠呢，没有用很多哦。第四关怕海马，一个就上手海马哦，酸素海马，生手海马。海马这关开始有这个机器人通客啊。诶、我先看一下。哦。甲虫。1、巨大水坝，巨大水坝是拿袋鼠号。哦，来。偷看攻略网站者。啊，恁细汉的先去电动间啊耍这哦，好哦。哦，这个手凯真的是很烂。而且放出去的时阵，佫是 slow motion。我会记只爱心着啦。
冲刺还追得到的炮，对啊，来了，终究是来了。先看麦来。哦，拍趴嘞，没有抓到那个 tempo。金鸡生不是，他不是金鸡生，他是应西人，他是应西人。金鸡生是那个老头子，坏人。这样刚好一个金鸡生是有头脑的嘛，所以他伊是有头壳的呀，所以伊是爱做迄个出水的。讲这应西人，应西人呐，一含这。夜晚乌娘听啊，这个蓝色混蛋甲伊牵种起来。大仔。哦，阿巴维，你就去啊。今仔日较知影讲，原来应西人金鸡先是多普拉博士啊。啊！我还跑去撞他干什么呢？好掉水啊，行掉啊！我们再多补一点给我，多补一点。啊，没有，算了。我蹲。黑良金毛体，火腿金毛龙，黑良金毛体。这里了，哇！哦，合理加载林老师诶，哇！想袂到这个应期人遮歹拍，哈哈哈哈哈！刚刚那个火球，你的火球敢是菩萨印？哈哈哈，够好诶！你敢若你听有，我呢，你讲诶，敢若我听有尔，哈哈，别人听无呢？最少人听有诶。伊之前毋是佮变做霹雳怪客乱世间嘛？霹雳电工，啊，多迄应该是霹雳电工啊。霹雳电工，虾米？哦，说环境。我会记咧遮爱用。冰，
各位观众，这是啥物物件？机器人啦！来甲叫出来，看嘛生做啥款，我毋知这是倒一只。啊，袂当随叫吼。这敢若你爱先摕到其中一只会当使的迄只才会当叫。爱去爆炸黄蜂，爱去芳迄只，芳迄关开会当。做壁的这龟壳佫会当伤人。这是乌龟滑行，伊咧游水够好笑的，用手一直乌安呐。这啥啦？袂过。爱用冰呀！哇！我的冰啊！要走下面是不是？下面。跳袂过了。我看着啊，对啦。伤久无耍啊，今仔唔知咧耍啥。我想讲是发生好事啊。这只敢若是，嘛是爱冰较歹的蔡小姨啊！这只嘛是爱用冰。剩一滴，落一个保护的好唔好？无爱。这款该客应该拢客啊，爱心点数甲迄只机器人。哇，袂使，安尼要拍魔王，拍袂赢，兵无够。我看者，搁2条命，拼看卖好啊。先，无要紧，拼一下好。死无要紧，因为这个魔王伊是惊兵的，结果我的兵已经啃了伊啊。卡多要拍 FF 啃了伊啊，上届伊袂伫即关出来。
其实伊是惊兵的啦，结果我已经无偌济兵啊，无要紧啊，拍了就拍了，等下较用手炮来弹，拼看卖。你看，遮好拍，结果我已经无兵啊，最后一支。啊，唱啊，完了，失局。对，我嘛是安尼啊，我拢用兵甲拍，直接去死啊，根本无想着讲，啊，即关佫拄好拄着 FF， 无法度啊，因为 FF 嘛是惊兵啊，无要紧啊，拼看卖，我要怎样要来分析伊的攻击模式啊。哦，这做歹闪的，有迄粒青哦，迄粒会当弹掉呢。伊的迄个，伊的延伸会当弹掉。哦，伊速度伤过紧。豆弹大法。哎呦，会使哦，豆弹大法有效哦。可惜我即摆已经到这个坎站啊，无法度。重来，拜拜。伊度谢谢哈，你过来看，你过来看我，拜拜。祝你有一个好的困眠哦，拜拜。好，来，一摆就过啊，气势啊，气势，一摆就过来。哦，伊个迄较会晓撩较济货，惊死人。因为即摆吼唔免拍 FF 啊，所以兵会当全部留落来拍海，迄个拍只海马，应该一届就当牵少起来。哦，伊个慢动作害我跳无水。弄得乌龟算衰小啊！
呵，水，吓一跳，那真正拄着叶道莲，我真正嘛是会当收啦，应该是会使，因为叶道莲较好拍。好，挑战无伤，来，无伤，会使啦，会使啦，无伤，嘛那完全都卖 miss， 对，但无伤啊。哇，安尼拄好拄着个尻川诶，你看，爽，哈哈哈！用鞭拍就是遮爽，哈哈哈！这差不多亲像第一代时阵用迄个钩仔咧拍迄个变色龙共款，拍变色龙共款。好。海北即摆刷过来是大黄蜂、爆炸黄蜂、爆炸黄蜂、爆炸黄蜂、大只蜂，大只蜂会当摕迄只会当使迄只哦。我若无记毋对，应该是大只蜂去关掉。但是伊会惊三方向闪电，咱即摆袂记得，就是算讲即只爱硬死拼。哦，这关这个音乐好久没听到了，就久无听呀。哎呦，这款的爱心伫倒位咧？哎呦，飘伊！遐是毋是一个重要的物件？这要怎么跳上去？
应该不是哈，那个好像是不是晶片？就是我不需要的那个单个晶片。我袂记得迄是啥物件。来啊！这个要用，这要用盐酸。哎呀，那个是晶片嘛，安尼就免客啊，免麻烦，无作用。啊，机器人要到啊！但是伊的爱心呢？伊的爱心走对啊。爱心在后壁，哦好哦，好死！现在拍几个啊？拍了。耶！大家再有想到啊，我的机器人哦，反正嘛无法度入去，哈哈哈哈！当作像这四代同款的，咱使机器人建迄个哦，建迄个阿多肯去食，建迄个火龙啊，哇 ，BB 无出来，机器人建 BB 啊嘛袂歹呢，建也多灵啊。我看人家都可以用穿墙术、穿敌人术呢。伊用迄个针啊吼，甲伊整啊，伊就会当直接为伊的身躯跳过，迄毋知安怎用的。哇，没有血可以补，剩一条命。害怕，先蒙伊的，先来灌死伊的模式，攻击的模式。
啊脑诶，拄一个就巧伊啊，拄一个就巧伊啊。伊是拍迄个，伊是惊迄个啊，黏气的迄个伊个闪电的武器啊，我若无记毋对啦，伊是惊电啊。哦，够歹拍的，啊，袂赢。这无用迄个黏气的武器，歹拍。顶来，黑洞哦。啊是我记对啊，就是迄个啊，对啊。我想想。想要拍甲虫好啊！只有这重力甲虫，重力鹿角龟，鹿角龟啊，鹿角龟，鹿角龟。哇，摕袂到，那个要打败黄蜂才能拿得到。有啦，有一个对吼，咱拢袂记你一件代志呢。咱会当叫杰洛学长出来啊，加有一个 bug。咱拢袂记你叫杰洛学长出来。看来啊，我看人会当用一个 bug， 会当叫杰洛，会当直接安尼，这袂使哦。刚才当叫一摆呢，我们都忘记叫杰洛了，应该叫杰洛来串头前的关卡，安尼较袂了着会，安尼这魔王会先较有利。哦，跳到这拄好。这是毋是有物件？等下，无哦。这款的爱心毋知伫倒位。BB 来吧！竟然无，你是走一队。学长这代不是来送刀的吗？对啊。
拿到了。啊，爱心卡多贵啊吼！靠，我读较歹，卡多就看着爱心啊。我甲你问，即款的爱心伫倒位？应该是在问机器人伫倒位啦。哦，原来伊即只伊即只会个互我造出来呢。佮甲我捞着伙，真正是。这台上帅的就是这个，嘿嘿。可是我不要你啊！当我飞机耶，飞机，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一只。当叫机器人就是帅呀！啊，这个是水中用的，好吧，这就叫你了。就决定是你了。这家伙这上面号，我看看啊。你讲这家伙这袋鼠号，哎呀，袋鼠号。大杀四方，这才叫玩游戏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要屌虐啊！哎，这可以打破哎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哎呦，晶片不要拿！各位观众朋友。有人知影是安那？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是安那？晶片无爱客咧，拄到好康的物件是安那无爱客？后壁要客黄金圣斗士啊！要紧，我有伊的特殊迄个相克武器。拜拜。第一关你好，破土诸行大主大比无上妙法第一关你好，拜拜。K 我袂记，刚刚袋鼠号对啊。破土诸行大主大比无上妙法第一关你好。这关是行冲击射线，冲击射线，这是迄只老虎的武器。野菜丰厚的武器，哎呦，他妈巧伊！
朴素暗看好料的，对对。伊这真做机车的，伊讲啊，我看到红色的都没有人发现哦，这红色的袂歹呢，我入来看卖这是啥货？你 K 了一个，你后壁你就无法度 K 到黄金圣斗士啊，做机车的。你若搁要 K， 你就爱搁重新搁拍一摆。我来查看卖啊，咱的大只胖伊是行啥物武器？大只胖。哦，伊真正惊啊！伊是惊食虫的武器啊，就是落甲久的武器啊。哦，安尼会当去甲拍呢，来甲拍一个。我即摆知影是安那人爱先拍黄蜂，伊就是要摕迄个爱心啦。就是为着要摕落甲久的爱心，但是安尼做歹拍的，黄蜂伤歹拍，我无技术无到遐。所以讲，咱用落甲久拍的，较长的，安尼这顺序较是正确的，安尼较是正确的。安尼我安尼算较是正确的。即摆我有迄个大只胖会惊的武器啊！哦，我想起来啊，我拢安尼放啦，安尼啦。一盖就会当砍少两只。有机器人通啊使，就是爱使机器人啊。伊这毋知会针甲插落，毋知会死袂吼？哇，落落来啊！啊！可恶，无要紧啊！啊，拄仔无落无好。FF 出来，啊不 ，BB 出来，叶多灵啊，出来啊！哦，毋是啦，吼，制作人紧张。佫无出来。
好，这摆我有你惊的武器啊，要互你爽快。嗯。诶，直接单刀啊！这么好打？这好怕哦！欢乐特务时间。好，即摆呢要来拍鲢鱼啊吼，鲢鱼。我讲要拍到2点，即摆已经要3点啊。诶，他拄仔食虫，他拄仔落甲骨迄关呢，迄个机器人敢若无克着呢。我看一个落甲骨迄关的机器人。会对呢。落甲骨迄关爱搁转去一摆，迄个爱心嘛还袂退啊。哦啊，机器人伫另外一关呐，我记唔对了。OK。啊，对哦，这袂当处理。哈哈。啊，无要紧啊，先拍甲讲啊。嘿啦，是迄个龙虾迄关呐。有一只，搁有一只杯是伫龙虾迄关啊。啊，对，咱要来拍爆法哦。拍法最重要的，因为要摕节落的光刃，就是爱靠这啊。欸？啊，不是，记唔对呀，不对，哈哈，记错了，不是这样子，直接跳就好了，神经病。给你换武器。
爸法要用冲击射线打，对啊。拍到这边死的时阵，爱换冲击射线。做机车的头塞机器人。哇，安尼袂赢，安尼。这有特殊的武器，安尼应该是用冲击射线拍伊的，拍迄只机器人，看拍会起来无？哦，安尼也啃着，哦，啊，毋着直接啃死啊！冲击射线拍看嘛。对啊，吼，那手炮就歹用嘞。无补着火，无弹无着，伤过下。呼，好的啊，对吼啊，我忘记了，造起，等一下，
真的不能后悔啊！等一下，因为我卡多敢若无记录，所以应该是会当后悔。对，我无记录，应该会当后悔。我搁伫遐拍甲遮爽，我想讲啊，对要死啊，对要死啊！结果搁无注意。爱用冲击射线甲牵照起来较会使。好甲这卡多敢若无记录。好神！啊，佮袂记你去录角骨迄关摕迄个爱心，安尼拍较会赢。安尼佮定来一摆，浪费时间。先去摕爱心啦，安尼较有赢面。即摆可能会挑战讲先甲8大拍了，啊，就来休困，连工甲来拍。哈哈，黄蜂啦，一个死，你看遮拢本来红色的拢变青色的，足爽的。哦，嘛是足歹爬起，等下。聊天室提醒我，等一下要换武，记得换武器。主播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偷懒？叫咱你的观众来提醒。哦，这摆拢无互人捡到呢。先留言了吗？结果还是忘记。哎，别当我没讲，不能乱讲。快，我看不懂日文。
嗯，即摆赢面较无好，所以我想讲顶来。嗯，我是故意死的啦，我知影爱补回，但是我就是想讲即摆较袂赢，我就调工死的。哎呀！无菜。不是海港网，卡多少是把打不赢先自杀的概念。来，哎，唔着朋友。不是吧？我又忘记了啊！等一下哦，不行，我要把它写在我的正前方，拿一张纸换武器。等一下。
通安尼哦。好个，想讲我这摆已经抓着伊的节奏啊，你看 tempo 抓个遮水，说好的看留言了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我的观众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甲恁讲歹势，我的错误。今仔日的苹果究竟会当忘几摆呢？袂记你几摆呢？迄个脸，咱即只鲢鱼的讲，啊！你这颗蓝色混蛋，较会一直伫头前，无爱过来找我呢？讲你是咧小几点的？可以接近我，好好笑哦！竟然忘了第二次哎！我竟然会袂记你第二摆，这是安怎？这镜头小可有镜头啊，老人镜头啊。哦哟！会啦，一摆就过啊啦。我爱开什么位置？我爱开一种留言有无吼？啊，伊会读留言的那一种，安尼我就袂记你啊。迄个功能毋知要怎开，我连刚刚研究一下，就是我的观众会当伊的老话我拢会当看会到，啊，会当留言安尼。好啊，问个讲话啊，等下个挑伊。哎，哇，这摆危险！好，合理加载。这个也太极限了吧！剩一滴血呢，有够极限的啦。OK， 各位朋友，我想到我有记的哈，我有看老画区哈。10秒钟，嘛毋知几秒，我会记爱逃跑。
好，紧走。哦，存几笔了？存一滴，存一秒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嘛啊，这有极限无？存一秒啦，拍爆发存一滴啊，存一秒啦。看我趣味了啊！有够好笑的啊！你这手炮实在是太歹用了，无？你若讲换二代迄个吼，较水。是比好笑，啊哪会够恐怖的啊！而且是，我是出来的时阵，敢若一滴血尔呢，拍了一滴，我若搁哭者，我就翘伊啊。好佳哉，搁有通啊补血，搁为中安尼跳过吼，偌精彩的，即摆真正精彩的。这是条故意爱死的吼，等下哦，我看下。水啦，卡拄仔足水的吼。回去就拿来拿东西就对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上面是不是还有东西？对了。身躯客着啊，这是身躯啊，头壳啊。身躯。我敢若阁有一个医馆，这馆阁有一个医馆还袂起哦。啊，毋过毋知医馆毋知走，毋知是倒会搭。这敢袂当跳，袂使。BB 拢无爱出来呢，足奇怪呢。这个不太妙呢，因为安尼就拍袂到迄个啊，隐藏魔网啊，对无？虽然讲伊较 BB 较好拍啦，迄个 FF 甲 BB 合体较好拍。
啊，衣冠无客到诶，衣冠走一对啊。等下，看一下。衣冠我看。哦，敢若哥会使转去哦，跳看卖，会啊，哥会使转。哦，两米又弄死啊！有给你摕衣冠啊！我有讲奇，敢若怪怪。哇，差啊！洗底半咯。一开始进来的时候，往上爬去拿机器人。啊，这里跳下来踩爆地板。哦，对耶。我不喜欢你啊！玩一下另外那一只青蛙好了。哦，他也是导弹呢，好帅哦！哦，但是他好麻烦啊！踩爆地板，然后在前面，对不对？啊，看到了，青蛙只能用跳的，对啊，好可怜哦。跳不起来的青蛙。好啦，你的任务结束了，谢谢。好，可以圆满了。原来藏在这里呀、原来藏伫这个所在。这若久来无算哦。真正拢无法度记会掉。
我真正就好奇，讲这无伤到底是安怎算？够厉害！遮济迄落关卡安尼，搁有法度无伤，真的是无伤大雅。鲶鱼惊啥物货？鲶鱼敢若是惊犀牛，犀牛的武器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想起来。哎，毋过奇怪，迄 BB 拢无出现呢。OK， 所以叮，谢谢，拜拜，罗先生，拜拜。我今日要甲。我看差不多，我看这个爱心摕了，我就要关开啊。龙虾等后回较拍。先留落来，龙虾改天再打。晚安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拜拜拜拜，大家晚安。我过来等下道具摕起，我就要来走。爱心摕了。呵，对，后壁无啊。后壁是晶片，迄无效的。好，3点22。头前就是拍西牛甲水牛的时阵，浪费伤侪时间尔。
即摆我已经知影要哪拍。好，两下练感觉后回搁继续收看，比赛有玲珑哦。卡早有记录对吧？有啦哈，好 ，OK， 大家拜拜，拜拜拜拜，我要来。好，关灯仪式，非常欢喜，多谢多谢。好，今仔日无说你拍甲搁拍3点钟去啊，甲大家讲拜拜哦，我来看卖好人伫咧。好，陆先生拜拜，阿曼你好，感谢你，奥弗阿曼感谢你，天使诱引阿曼感谢你 ，Alice is coming 阿曼感谢你，下条一盒阿曼感谢你，要来关电火啊，休困啊吼。再会再会，有缘才过来。再会再会，有缘才过来。再会再会，有缘才过来。有缘还是有缘拢会使啦吼。甲大家讲拜拜咯，要来关台咯。拜拜拜拜。真正可以吃蟹堡，你像我的龙虾，它也广义上它也算是一种螃蟹嘛哈。阿未食到伊。拜拜，要关电话啊！再见。